什么所在嘞？想做任无出路。已经是叫白去啊！迄个牛皮道人哦，就是王德生啦。王道长，连经也是冤枉的。林小主好文化，甲钱顺拢毋是伊抬死的，伊是无辜的。求道长高抬贵手，放伊出来好毋？哦。你是甚物人？我名叫余翠娘，是八劫之一甘望地的表妹。哦。余姑娘，这位就是点冲派卜大姐卜兰姨，也就是霍文华的师傅，就是霍文华的妻子。你讲连景瑶毋是凶手，那安尼凶手是甚物人？两位前辈，大嫂。迄个了因正是。了因敢毋是工人八劫之事？伊嫁祸是安那嫁祸互这个林英瑶呢？贪大富，丧尽天良，不恶不作，七劫早就该反目啊！哦，两位前辈，大嫂。可
来了何事？温情是无毒来负丈夫。假是假来，真是真，雕因做报是伤了心。遍地鬼神来讨为情，我句句言语啊，该是那情，言语该是情啊。咱这件代志处理了太过冲动，当时应该予林景尧一个平一个机会。徐姑娘，你若较早甲阮讲就好了。如今已经上万了，林景尧已经无希望啊！无阮直大，伊是安怎死的啊？活落去漫长的春天，现只是困在一个飞凤山的山峰。啊！哎呦，道长啊，求你求你，拜托咧，求你大发慈悲，救阮直大的性命哦！就算讲林景尧伊命大无涉事，但是迄山峰内也毋知影要安怎去，我是要安怎去救伊咧？哈？对，只有一个人会当救林景尧出来。啊，是甚物人？是啥？嘿啦，啥物人？拜托你讲一下啦！此人就是住伫飞凤山，因我伫飞凤山出世，伊对飞凤山的山势真了解伫的，而且即个要密道，敢若伊才知影尔。啊，是甚物人啊？伊就是剑侠王雪阳。
你毋免生气。虽然我对你有救命之恩，但是你同款会用的记住我。自从5年前，我无意中去得到这对稀世奇珍鸳鸯双剑，也甲剑谱，我就决定要找一位资质好的姑娘，来甲我结为夫妻，斗阵练成鸳鸯双剑。这5年来，你是我唯一看假伊的姑娘，竟然你唔肯答应，这种代志是袂用个勉强的，你用个走。不过，我袂将你袂记，我会踮在这飞凤山等待你。如果上苍若注定咱有缘，相信有一天你会来找我。我以为我这世人袂阁去看到王雪阳，想袂到我今仔日会阁来飞凤山救伊。连公主被困在山腹中，我若想要救伊，就爱去找王雪阳，伊也一定会趁机会逼我甲伊成婚，当然鸳鸯双剑。我去姑娘啊！你敢毋是要去迄个找迄个剑劫王雪良？是啊，迄个蒙甲道长毋是讲只要拿王雪良伊画一张地图，啊，咱照迄张地图就会用入去山谷底救阮连大的啊！嘿啊！你若爱赶紧去，哪阁坐在遮？用鞭兵啊，将我困，叫我山东啊，做亡魂啊！阮真危险，随可恨，江湖人心嘛，险十分。我竟要拿。令脱身一生不用江湖人啊！一派宗师啊，如败类，独家亡国是非。是吹牛。是啊，我是听讲昆仑派
王教生用酒饭夹要对付你，我是专工赶来要救你的啊！你看，我去找飞鸿山迄个剑劫王水用画地图，才找来遮。翠柳，正是你。翠柳，这是我最梦想的到，你会来这个山路来找我。我以为我是要我第一幻觉。王道长甲布大侠拢知影你是无辜的啊！咱赶紧出来去，咱即摆应该紧行。这就是飞鸿山的山脚，阿斗甲阿上伫迄边咧等你。你通赶紧去啊！你准备要去倒位咧？徐姑娘，我答应你画地图，互你去救灵庆了。但是，你若救伊出困了后，立刻就要来甲我结为夫妻，当然鸳鸯剑法。翠娘，你伫想什么呢？无啊，无我问你的话，你还袂回答我？翠娘，你伫想什么呢？无啊，无我问你的话，你还袂回答我？翠娘啊，我猜你的去处并不难啊，你是会转的西陵山哦。家在听树林顶啊依山，我也无想要回转西陵山。人顶寄山是安怎讲啊？令尊灵妹是在何方啊？先父做过已经是免情哦，我是独生女，无妹也无兄。原来当初在西湖边哦，你对我讲起全非是言。咱的世界未改，有诸多不变，事物啊不变，土是言。哎呀，翠娘啊！既然你是孤单一人哦，何不连家来安心哦？将时间对我言，对我道啊！我来化解你下如何？
水水紧游。莲公主，你的好意，我难忍受。有人留住我彼翠阿娘，留住我彼翠娘啊！是什么人？是王雪阳，伊要画地图互我的进前，叫我上爱答应伊一个条件，若是甲你救出来，我就必须要甲伊，安怎？甲伊当然鸳鸯剑。哦，原来王雪良想要找一个连鸳鸯宝剑的传人，翠，这是你学绝技的好机会，我同意你留住伫这个飞鸿山练剑，但是你必须要爱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若练成鸳鸯宝剑了后，你一定立刻就爱到东兴镇来找我。找你，咱回亲回故，我找你要做啥物啊？你何必伫假冒作样呢？一见的将想兄弟两难的梦想啊，不为寒心啊。温温的弯弯哦，难心意，暂时的小别盼相依啊。想袂到，伊会对我遮尔啊痴心。可是，伊若知影有一天我会去找因阿爹报仇，伊会安怎样呢？可是，伊知影我若为着救伊，必须要嫁予王雪阳，伊又会安怎样呢？这段，总算你已经脱险了。好佳哉，好佳哉！阿姨一定是徐姑娘甲伊救的，多谢吼，多谢，多谢哦，徐姑娘，多谢你。我煞叫袂记讲向迄姑娘你说多谢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